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1月23，诗篇102篇15节安尼讲：列国会敬畏上主的名，世上的君王拢要敬畏你的荣光。三甲来祈祷，列国甲君王拢要敬畏的天父，愿感谢你，主啊！你是万王的王，万主的主，全能的上帝，永远伫地的爸。主啊！你的国是永远的国，你即种的权柄到万代。主啊！你用智慧创造天，用聪明创造地。你创造这个天来展开伊，开阔地，甲伊所出的。你用挖开，互地上的众百姓用身份，互行伫迄顶面的人。主啊！我要照你的公义感谢你，搁学了你至权的名。我要专心感谢你，我要保养你一切奇妙的所做。列国会敬畏你的名，世上的君王拢会敬畏你的荣光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